職業電腦玩家酋長漫步又和大家見面了。作為一個視頻創作者，三腳架、自拍杆這些東西是必備產品。隨着我逐步的進化，從剛開始的最老式的，可以说是最傳統的这種三脚架，有點像过去支话筒的那種架子，后來慢慢的演變到可以折疊的，到可以雙擊開，外部的設備越來越先進，全都有了磁吸功能。現在對這個架子也有了新的需求，今天給大家新種草一款最新款的，這款來自斯极客的，剛剛拿到快遞啊，大家做個開箱順便。2級迷你自拍杆磁吸版，相比我現在用的更加高級，它有了磁吸功能，給我們带了使用說明書，附送了引磁片，這是為了照顧一些你沒有磁吸功能的設備，只要把它貼到你的設備上，使得你具備了磁吸功能，還有點像那個魔法棒的感覺。雖然我之前用的是2級開的功能，這款也給大家再說一下2級開的功能。正常我們如果不需要展開太大，像在桌面上使用，只需要開到這樣就可以了。它還有2級開的功能，你可以把它接着往下滑，展開到最大。像我有時候用的时候就不需要用这麼長，因為它太過於長，有些地方我要擺放到桌面時它會占空間太大了，擺放的地方位置有限，我們就可以把它收回去。路面不平整，擺的地方坑坑洼洼，你可以把它根據你這個位置，它是可以微調的。比方說這個地方高，我給大家舉個例子，比方說它是高低不平的，假設說這裡有一個石子或者是建築物不可移動，常規的你要是不能調節的，放下去之後肯定会架子是歪的，你可以把它收回去一點，平穩的擺在路面上，讓它保持一個水平。這一代啊，它升級的點就是磁吸功能，它可以乾淨利落的完成磁吸。大家看一下，啪就貼住了，正着貼，甚至可以把这個架子拿起来，即使晃動它都不會掉。磁吸的角度是可調的，它不是說局限必須是水平的。你看我360度的旋轉都沒有問題，它都可以吸得很牢靠。它還有一個隱藏功能，除了我們這個磁吸外，它還有常規的那種背夾，看到沒？大家看一下，可以一鍵彈出的模型吧，這可以說是趣味性拉滿。這個夾子它還是這種弧度的，裡面帶有小膠墊兒，給大家看一個高級玩法。正面已經夾了一個手機了，反面我還有磁吸一台，這樣呢可以雙面拍攝。比方說我拍攝一些 vlog， 需要拍風景，前面的風景加上後方我自己人像的鏡頭，就是我當時看到的風景，臉上表現出一些什麼表情的特寫，可以同時的塞進來。它的頭2台設備也是完全沒有問題。你如果是像用一些磁吸的麥克風啊、燈啊，也可以貼在這裡，把它可以抻到最長87厘米，不用的時候收納起來之後只有27厘米，可以輕易的放進你的背包裡。很多支架它都是單面可以彎折的，有的时候我還要用的时候還要挑，比方說我這個手機要向下拍攝的時候，我還要找角度，把这個手機正夾或者反夾，它是可以看到沒？這兩面都可以掰的。我們把這隱藏背夾拿出來以後，你看它還可以旋轉的。它不僅僅是磁吸的地方可以跟着轉，這背夾的地方也是可以一起轉的。它是把固定點放在了中間，第一眼看上去好像直覺上以為這邊磁吸是固定的，你不一定非要去在這個磁吸上硬給它磨，你直接這麼旋轉，它是可以跟着你這個架子上面的托盤一起轉的。再有它還帶有一個遙控，可以連接我們的無線，把它抻出來。自拍的時候你不用去控制手機啊，直接在這面按一下就可以拍照了。該有的功能全都給到了。那麼關於這款斯极客2級開磁吸自拍杆，我們就簡單的到這裡，我們下一期再見。